说只怕福利呀，有哈乌的这个送阿路，阿木特伊呀，你妈就咋不和你比阿克做掉？你妈是家头我嘛，卢卡头古土，是这个比个这个。福利呀，是把意思一个嘛阿就得把家里头，阿克就咋么路比背大路，阿师傅你阿啦，伊呀就送阿是，这么呀伊得阿克你妈啥子路？伊伢最嘛做嘛，过的地方有哈的是干嘛不都最说漂亮个？福利伢是把意思的母女下路，是把意思的娃子生你下路，过来爱米是把意思伢路标提马瓜比提马瓜，即使你耳朵学都咋个掉路？福利一次抢伢就娃就是提入俺你，是把意思的母女下伢，我提就瓜差比几巴拉忙路，过来爱米是把意思的母鸡那么，一点阿些嘎达都做俺嘛是。是把意思的母伊那么一句阿苗装爱米，古鲁伊那么福利伢阿弟咱米马塞出个嘛的，是下头瓜比母娃大路。这句伢是把意思的母那么塞出嘛比，是把意思的母那么塞出是母巴拉那亚嘛你个咋瓜，马学来可都伊他妈做了。是把意思的母那么塞出嘛伢，是把意思的是那么塞出嘛比马学。是怕意思的，就是母女是事，一代是你晓得呢，是啥嘛好伢入的咋个嘛个啦哦？你话伢听你妈了，我的话伢话么我比，一里面头你自个头自啥子个背大了？在马蹄头石头是这个爱米，的古里伢努话的个啦我，话古里伢努话么我，噶可以，古里伢努话的铺个啦我比背大了，古里伢是派出的娃子是里那么谁去积累？若不伢是怕的是你是事，是怕比伢你咋来可你下嘛你嘛做了那么谁去积累？一伢若是帮俺喽，我的地方有哈里一咋个的咋个个嘛，米啥样啊喽？